美国甲伊朗准备要进行第二阶谈判，不过即马所传出讲，双方拢拍算要先分别甲巴基斯坦的官员会谈，若是讲有敲出共识，安尼4月26才会来面对面谈判。伊朗外长阿拉奇伫24暗去到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外长达尔带领官员亲自迎接，准备讨论中期甲美国和平谈判的提案。首都伊斯兰马巴德的安区伫25个维安全面升级，大批军警甲安全部队驻守，范围包含政府建筑甲举办比头一轮和平会谈的塞勒纳饭店。巴基斯坦公布两国外长会谈的相片，伊朗外长是透过发言人发文表示，即阵并无计划甲美国会面。也毋过，白宫较早表示，总统川普的特使第25去巴基斯坦。头一轮谈判代表副总统范斯会看情况，随时太平出发。The president has decided to dispatch Special Envoy Witkoff and Jared Kushner back to Islamabad. The Iranians want to talk. They want to talk in person. 北京的讲法显然甲伊朗的态度有所矛盾。根据伊朗国营媒体报道，阿拉奇即阵是甲巴基斯坦讨论双边事务，同时也将巴基斯坦看作对话桥梁。根据美国 ABC 新闻报道，美国甲伊朗代表团拜六会甲巴基斯坦官员进行个别会谈，一旦有所共识，美代表有计伫26进行直接会面。在延长停火期限的同时，美国并无放任军事甲经济施压，除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更加伫伊朗西科会安排数十年来罕见的3大航母战斗群，包含林肯号、福特号甲布希号。美国国防部长也表示，美国对作战未张图。No one sails from the Strait of Hormuz to anywhere in the world without the permis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Navy. To the regime in Tehran, the blockade is tightening by the hour. We are in control, nothing in, nothing out. 虽然伊朗阁一摆表示无直接谈判，也毋过巴国的协调甲美国外交安排，显示双方有愿想要寻求对话机会。也毋过双方敢会当跨过互信障碍，将外交小口小力转化做实质接触，将是和平进程敢会当出伫突破的关键。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